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多人都想好運，上角呢就今日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人人都可以做到噶。因為呢，曾經有人向釋迦牟尼佛哭訴，佢話我做乜嘢都唔順利嘅，我幾努力都唔成功嘅，點解呢？咁佛陀就問佢：你有冇布施呢？嗰個人就答啦：我一無所有，用乜嘢去布施啊？佛陀就微笑，佢話：我賜你6件寶物啦，唔使花1分錢，人人都可以有噶。佛就話呢，當你將呢6件嘅寶物變成你嘅習慣，好運會自然靠近你嘅。咁呢6件係乜嘢呢？第一件呢係顏施，顏就係你個顏色、你個面貌嘅布施。時時用笑面去待人呢，你就會令到呢個世界好溫暖，亦令到自己都好溫暖嘅啦。第二呢，就係用言語去布施，多講啲鼓勵啊、稱讚啊、謙讓嘅說話啦。一句好嘅說話就係一粒善嘅種子嚟噶啦。咁呢粒種子慢慢發芽，得到你咪有個善果啦。第三嘅施呢，就用個心啦。當你真誠咁待人，心存感恩，學會寬恕，你點樣放下呢？呢個世界亦會放過你噶。第四，用你嘅眼去布施，用善意嘅眼光去睇人，少一分批評，多一分理解啦。第五呢，就係用個耳朵去布施。點樣做啊？耐心咁聽人哋傾訴，唔好急住去反駁啊，亦唔好急住去發洩，因為你能夠被人聽見呢，本身就係一種福氣啦。第六呢，就係身施，用個身體力行去幫助他人，就算呢個係好細嘅動作，亦係一種真實嘅善行啊。嗱，呢6樣係佛陀講嘅。而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其實好運呢唔係天生嘅，亦唔係求嚟嘅噃。佢嚟自3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善待他人，你點樣對呢個世界，世界就點樣回應返你噶啦。第二呢，就造福他人同埋呢個社會，福氣呢係累積返嚟嘅，唔係交換噶。當你刻意求，反為求唔到噶。第三呢，就係慈悲咁修正你自己。修行唔係唔犯錯，而係你願意去反省，願意去改過啊嘛，願意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啊嘛。所以當你開始修你嘅心，去修行修德呢，你會發現好多順境唔係突然間就嚟噶，而係你慢慢以前種落嘅善因，而家開始成熟嘅啦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只要將佛陀提議嗰6件事變成習慣呢，好運自然就會靠近你噶啦。多謝你收聽。